地震，真原來嚟自一位重量級嘉賓，明道教育兒童科通脹指數最高嘅男人 Carson。今日帶佢哋嚟參觀西貢嘅靈灰岩。不過 Carson 本身作為一個有機流動脂肪生物體似乎對食嘢有興趣多啲。你睇下佢個儲備足以應付到未來10年經濟衰退。嗰啲險要位嘅話我勁驚啊！成日都要捉住佢，我要安全送你翻佐敦啊！因為如果你有咩3長2短，明道教育所承受嘅 opportunity cost 係全世界最高嘅。點知呢個肥仔會泡沫爆破 ？Sorry 啊！首先率先清盤嗰個竟然係我。Titus 你要坐低啦？冇錯啊，我過嚟啦。佢個體能 supply 係強勁到黐線嘅。我咧識下 Carson 嘅時候咧，Carson 啲體力係咪都係咁澎湃嘅？哇，好旺盛，好旺盛啊嘛！我因為體力邊際遞減定律直接歸零啊！我嚴重懷疑佢今朝早餐應該溝咗偉哥嚟食嘅。如果唔係行咗6個鐘頭條腰啊，點解仲好似大牛市咁堅挺咧？你感覺如何啊？幾好啦，輕鬆。為咗確認佢冇猝死嘅話咧，我行完山靜雞雞翻明道教育裝佢上堂。哇！佢竟然行完山仲可以講書講咗幾粒鐘，仲好似啪啪聲咁興奮。第二日佢仲話自己減咗2.5公斤喎。話師兄呢啲叫做技術性回調咋。Carson 你好嘢嚇，下次再挑你機。